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今日新历7月初9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出身伫咧政治世家，伊的外公甲职公拢捌做过首相。回顾安倍晋三伊的政治生涯，伊捌执政过2届，未少人对伊是拢真懊恼。不过伫咧执政的尾期，煞撞着弊案，疫情爆发了后，又是搁拼心伫咧拼防疫。落尾因为伊辛苦病痛，旧镜头拢压起来，转辞掉首相的职务，计工作3188天，是日本任期上界长的首相。安倍晋三出身政治世家，亲族3代大部分投身政治，包含阿公安倍宽捌竞选国会议员，老爸安倍晋太郎捌担任国务大臣，伊的外公岸信介甲外籍公佐藤荣作拢捌做过首相。安倍自细汉生活伫这个政治的环境，并且伫老爸提拔，踏上中正之路。2006年52岁，安倍股票当选自民党总裁，接棒小泉纯一郎，加做历任了后上届少年的日本首相。严过登上单位不过1年，内阁成员政治现金的争议不断，造成安倍是心里拢真忝。旧镜头溃疡性结肠炎恶化，有时赶紧失去首相。不过，什么人拢无想到讲，短短5年了后，安倍定来，顺利自民党夺回执政权，并且第2摆担任首相。当时日本受到当日本大地当重创，安倍掌握民意，拍出经济牌，积极的金融政策，另外财政政策甲促进民间投資者所谓安倍3支箭，提振家計經濟。アベノミクスで雇用を増やし、所得を増やし、地方を元気に。不过，对于2017年开始，安倍却是连续建立各种的条文，新有航航甲家计航航属价来收买国有地备案，列出财务省篡改公文10万的官员自杀，安倍夫人参与官设定。另外，安倍并受限要加自卫队改做自卫军，会使参加国际间的军事行動，也引发民众反对。自民党としては、本日発足をした新しい体制の下で、憲法改正に向けた議論を力強く推進していく考えであります。2020疫情爆发，日本防疫工作不如预期，经济严重受到冲击。2020党务也被逼来延期，种种压力造成安倍旧镜头搁再发作。伫今年的8月第2摆来辞职，不过安倍依然是以3188天的任期，正做在位上久的首相。公视新闻王雅芳编译。今日来关心国内疫情，昨的本土个案有30314例，死亡个案有131例。即马国内累积的确诊病例数已经超过400万例。因为大家拢伫咧关心次世代疫苗，指挥中心表示讲，已经甲莫德纳公司签约，顺利的话，今年10月份就会送到台湾。因为 Novavax 的疫苗昨日已经开放予18岁以上的民众来做。新冠本土疫情持续降温，初8礼拜5新增加30314例本土病例，全台湾敢若新北市病例4000多例，中重症有311例，死亡131例。重症个案当中新增加一个儿童密4个案，是7岁的查某囡仔，无确诊过新冠肺炎。不过，找的人捌伫5月底快筛阳性，查某囡仔6月底出现镜头送急诊，医师怀疑是密4收治住院。查某囡仔 PCR 虽然是阴性，不过血清验出 N 抗体阳性。显示最近可能感染过新冠肺炎。那我们目前累积的儿童重症的话，加上这一例，总共是92位，其中密10的话占33位，死亡的小朋友的人数仍然维持在22位，没有增加。疫情转好，囡仔感染要注意。台大病院公布捌收2个确诊儿童，分别是8岁甲12岁的查甫囡仔。经过检查，因的脑部出现血管病变，感染合并中风。进一步研究佫发现，儿童青少年感染的患者有4成至5成有脑血管病变的镜头。经过比对都没有在我们的中重症这个提报的这个名单当中哈，所以我们已经请医院再上传他们的出院病摘，我们会再就他们的病况的部分再做研判。外界关心次世代疫苗什么时阵会到？指挥中心是讲已经甲莫德纳疫苗公司签2000万份合同，目前已经900多万份到货，还佫有1100万份会当选择次世代疫苗。那做疫苗研发顺利，次世代疫苗上近今年10月会就会到。完成之后，我们也会同步跟请他提供这个送审的资料。那如果说台湾这边也同步获得 EUA 的话，那他这些次世代的疫苗如果都准备好，就可以在10月的时候来这个进口到台湾。
但是 Novavax 疫苗也为7月开始做，开放18岁以上民众注第一剂，也是男注第二剂、第三剂。累计目前国内疫苗注射率，第一剂91.36%，第二剂84.85%，第三剂70.53%，第四剂65岁以上的长辈注射率有21.8%。指挥中心呼吁符合资格民众赶紧做。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头一批囡仔的Moderna疫苗，伫咧这个月初6送到台湾，计共有45万筒。按算这个月21会送到各县市，上紧呢，这个月22就会当开始做。台大病院上新的研究就发现讲，囡仔确诊甲住院的个案，大部分拢无做过疫苗，呼吁家长带囡仔去做，增加保护力。这相关资料接受医师评估，台北电竞场疫苗注射站7月透早就未少人来排列，但要做 Novavax 疫苗，早起100名额已经全部有效完。主要是 BNT， 我打第2剂的时候副作用蛮大的，那就是有一些疑虑，所以就该打 Novavax。就伫国内做第5种新冠疫苗的时阵，外界关心目前9岁和6个月到5岁莫德纳幼婴疫苗做的时间。照这个食药署的封验检验的进度哈，那应该是到20号会完成封检，然后21号开始配发。21号配发之后，那可能就是各个县市它还要再调配这个配送到他们的这个医疗院所。中央按算20月开始配送给各县市政府，各县市也开始做准备。根据台北市会规划，包含6剂疫苗预约系统、各大病院自动提供门诊、分区伫学校设疫苗注射站等3种管道来提供服务。伫新北市是由6间医学中心或者是区域病院设研究池专诊来做疫苗。我们从下周7月12、13预约第20期的时候，就放进去做预约了，所以我们的预约平台就会越来越多样化。新北市确认，如果7月21号会收到这个幼儿莫德纳，我们就会在7月21号当天，由几家医学中心先开始施打，后续会安排我们的医疗院所作为施打的场所。台中汉算22开始做用合用院所、幼儿注射站、卫生所、甲集团集中做疫苗等4种方式。台南市府也讲，到时阵会伫台南做疫苗系统开放家长为囡仔有用。莫德纳婴幼儿的疫苗啊，我们台中市预计是从7月22日开打啊。我们市府的这个跨局处啊，目前正在做安排当中。我们会开放我们的诊所、我们卫生所、医疗院所来接种。根据台大病院上新的研究发现，囡仔确诊甲住院个案大部分拢无做疫苗。即卖疫苗对病疫毒的保护力虽然下降，不过对重症依然有7到9成有防效果。所以呼吁家长应该赶紧互囡仔做疫苗，来提高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看什么大代志？咱甲乡亲斗阵来去现报纸，先来看《中国时报》。中油预估今年下了1800亿，会打破2008年马英九执政时期油价电价拢无起的记录。另外，电价7月的平均会起8.4%，不过电价审议会资料正式公布，台电提案要起50.3%，超过4成是拢无意见。经济部表示，10月进前会搁再讨论。再来看《自由时报》。世界球后戴资颖昨伫咧超级500系列马来西亚大师赛要拼8强，顺利是拍赢印度选手辛杜。今日咧要拼4强，会搁甲世界排名第3的中国选手陈vũ暉来拼关家。再来看《联合报》。第2线新北市瑞丰滨海路段夜波洞，当年的5月到9月，夜波拢会伫咧遮生炭。为着保护生态，公路总局伫咧这段时间的尾暗啊，拢会严格来限速，对60公里爱降到40公里。再来关心国内选举，即阵有风声讲，本地坚持要选台北市长的前交通部长林佳龙，即阵态度是有软软，有机会走去选新北。因为民进党的中执会也有在传讲，按算13要定调卫福部长陈时中来选台北。不过卫福部拍算12来办新册的感恩会，去互认为讲是在提早铺路做宣传。
总统林佳龙选新北 OK 吗？是不是？民进党报告台北市长选战传出党主席传闻，有完无放弃定选林佳龙参选新北。蔡北中道也该见面，在党内一个困境之下，林佳龙态度放冷，有希望转战新北。这一段时间，我们新北市在拼防疫、拼市政，身为市长，仍然要继续的坚守岗位。民进党上紧在13中执会提名新北市长，传出要定调卫福部长陈时中出战首都。卫福部拄着伫12要举办政业堡垒新车感问题会，被解读是陈市长办毕业典礼，加做台北市长参选人。我自己也要出一本新书啊！没有什么事情都只有选举，好吗？我没有什么事情都是要把它涂上什么颜色，我觉得这样不太好。这个时间点，疫情还没有结束。如果是为了个人的选举要离开岗位，我想，如果是如此，等于是弃人民的健康于不顾。民进党3人要出战台北市，但市长林佳龙甲前副总统陈建仁，有缘被看作是可能竞选。外界关心陈建仁的下一步。陈建仁最近接受媒体专访时，微博公示，强调未来会透过各种可能管道帮助民进党和国家更较好。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长林智坚昨辞掉职务，投入桃园的选战。针对国民党检举讲伊的论文抄别人的，台北市议员王凤仪昨去中华大学陈情，呼吁学校爱伫咧1个月内完成调查。因那民进党团总召集人关建明是批评国民党为着选举，什么步数拢想会出来。在内政部长徐国勇感告之下，交接应信，新竹市长林智坚卸下首长身份，投入桃园市长选战。我因为热爱新竹而来，也因为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将要离开。台北市议员王凤仪7月29中华大学交陈情书，要求学校应该依照内规，在1个月内完成调查。如果你的内规是要求1个月内完成调查，你为什么对外说你要2个月？你要2个月是想要护航什么？政治不应该介入校园，高等教育不应该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国民党已经以为捡到核子弹，这下林智坚完蛋了。但是他不知道物极必反，那胡热成早就把他们淹死了。投入选战开始，都面临论文抄袭风波。林智坚强调，家己论文考试比中华大学交结案报告较早。不过，国民党提出的确委托中华大学研究的时序表，强调委办案的报告出刊日根本比林智坚考试的日期较早。2008 6月20号委办案的报告出刊日，那林智坚的口试是6月16号。颜慧身为民进党的发言人，然后呢又是中华大学的董座，那被质疑说他帮您就是来加油，好像就是有点开脱的意思。这个我来回答，这个我们给董座回答。好，谢谢，谢谢。国民党团7月原定邀请科技部特科管理局出席记者会，不过最后官员用已经函请中华大学厘清入学规定为理由，拒绝参加。那也这个是郭建明施压，不过郭建明澄清，家己连书顶是3人拢无清楚，伊反对立委找文官背书。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英国来看，英国首相 Johnson 辞掉保守党的党魁，不过伊讲这首相的位置伊会继续做，要做到9月。但新的党魁选出来了后，伊才会退。因有真侪人是认为讲 Johnson 是伫咧唔甘伊的位，即阵就有人咧放风声，讲进前辞掉职务的内阁成员，将有可能会出来选。And I want you to know how sad I am to be giving up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英国伫2天内陆续有将近60个政府官员请辞，首相强生总算挡袂牢政人反背的压力，辞掉保守党党魁职务。不过伊表示会继续留任首相，一直到9月新党魁选出来为止。对这种的讲法，包括党内同志甲反对党在内，真侪人无认同。He needs to go completely. None of this nonsense about clinging on for a few months. He's inflicted lies, fraud and chaos in the country. And, you know, we're stuck with a
a government which isn't functioning in the middle of a cost of living crisis. 国际对强生雄雄事迹反应无共。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强调会继续甲英国政府密切合作，闪开强生是安怎落台，会家有话题。Our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continues to be strong. Our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in the country will continue to endure. None of that changes.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俄罗强生是乌克兰真正朋友，因为强生捌2届来基辅访问，佮提供20亿英镑的军事援助，替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是抓到机会敲死强生，表示伊无介意阮，阮嘛无介意伊，希望英国有一个较专业的人来领导。I do believe that he concentrated too much on geopolitical situation on Ukraine, certainly, and he left behind very much country, people, state of economics, and this what has brought this outcome. 伫保守党定出党魁竞选时间表进前，有意参选的已经开始偷偷运作。对于台湾友好的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将来先伫媒体公布，表明有意竞选首相的大位。其他有意参选议员的包括检察总长布瑞佛曼、加前脱劳部长贝克、前卫生大臣贾维德、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外交大臣特拉斯等人，也方看好可能是接班的人选。保守党国会议员会透过真侪届表决，一步一步拍掉参选者，到尾才由党员投票，为上尾2个人选选出新党魁。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印度北部一大山区8号下晡是熊熊落超级大水雨，真侪人全安尼去互冲走，至少有13个人死亡，几十人失踪，罹难的人数有可能会搁再增加。这个洪灾发生的地点是一个印度查摩语克什米尔省的山区，初8下晡是熊熊落超级大水雨，救援单位是讲，当时有真侪人来遮伫咧河床边啊搭布棚，因为这大水雨全熊熊落了伤急，所以这布棚全去互冲走。目前搜救的行动是抑搁伫咧进行，不过这罹难的人数有可能继续增加。接下来看交通部观光局伫7月10号开始卖杀国内旅游的补助，自由行的旅客上侪会补助1,300。那地方政府呢，即阵也有另外咧杀优待，希望会当声更较侪民众去行搭。即阵可能是因为疫情有大大稳定，劳动部也讲无薪假的人数大约减4,000人。有一寡大型的旅行社 KTV 前一阵仔停困，即阵有可能会当准备倒来做生意啊。观音瀑布伫家清水公园的形象广告，强力来放送，鼓励游客来嘉义馆佚佗。中央推悠游各路的补助，官府增加送优惠券。自由行旅客每一房送一份1000块的 coupon券，500块会使多借房间，另外500块会使用伫餐饮，也有伴手礼。500块可以抵房租，500块可以去做消费，效果非常好。所以今年我们继续推出所谓的 coupon 券的这样的一个奖励。另外，高雄也增加7月中到8月底，住伫合法的旅馆的自由行旅客，拜1到拜4是补助200块，拜5是补助500块。中央没有补助的周五，那高雄市呢也率先全国，我们也来加码补助礼拜5。那每晚呢是500元。贵人市是推卖票的景点优惠方案，每个人会使多40块。台南受免费的公车券，也有景点的优惠券。花莲县是抽奖的活动。就会很想多来几次，那这个其实是蛮优惠的。民众讲增加优惠是吸引力，加上疫情有较低，更加有意愿出佚佗。另外，慢慢减少的确诊数，也互观光旅游业看到希望。劳动部初8公布，无薪假实施人数18000多人，甲顶礼拜来比较减少4000人左右，甚至有大型的旅行社、连锁 KTV 拢停止无薪假。劳动部研判，甲疫情较低，也无薪假的期限到，爱重新来协议袂符通报有关系。不过也看得出来，业者对观光旅游服务是有信心，出现这人力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中学的学生囡仔呢，即阵咧参加环岛替公益来募款的活动。不过，这项环岛呢是爱跟三太子的翁仔沿路来行。初七呢，因是对高雄出发，已经行到屏东，虽望讲脚拢行到碰趴，不过因要是坚持要继续行落去。
甲三太子扛起来，其他队员嘛做伙行，因是高雄中学基队的学生，用双脚行路对高雄出发环岛。第二天，因已经行到屏东万丹，日头赤炎炎，搁爱轮流扛这身10公斤重的三太子行路，其实因真侪人双脚拢真疼。我看大人做伙来参加这，啊，不过我想挑战我家己极限。进第二天啊，有诶个着沙，啊有诶个脚闹着，啊有诶可能行行巴肚疼，无法度，啊真个剩4个，啊可是因嘛足坚持的啦。参加活动的乡中学生拢总有10个人，拢是第一摆行路环岛，虽讲行到脚疼，必须爱打药膏，要是要放弃。其中这2个毕业生是参加28天的环岛，因已经行第8天啊。前3天到5天的时候很辛苦，就是你会走到整双腿都会痛，但是你又硬要忍着痛继续走。这是前3天，但是这是一个撞墙期，当你撞过了，其实你会越走越轻松，体会到一些团队的合作，还有一些路边啊就看到的风景。这摆活动选手爱7个人组队，分工合作完成跟三太子行路环岛的挑战。带头的教官已经是第6摆参加，伊希望学生莫干那会晓读册，有机会出来行。因嘛要替3个社福团体募款，用行动来爱台湾。记者邓雅文、赖维做屏东报道。来关心今日的天气，今日各地头呢温度是拢真烧热，会真热。华东南部地区也有宜兰湘北，即阵气象局拢已经发布高温警示，温度可能会热到36度以上。提醒观众朋友，就要特别注意，过到过呢也较高会落雷公雨。下半部的天气气象资料，到底来关心。先来看，在北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6度。再来，在中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在南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在东部26度到35度。金门、平湖、马祖26度到33度。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